鄭希文同埋廖永聰。解放者，好耐冇見，你應該知我係邊個，都知我嚟呢度要做啲乜嘢。我當然知啦，你要嚟解放人類嘅靈魂啊嘛。Lightning，簡單啲講，即係嚟殺我啦，係嘛？隨住長官死亡嘅女神艾特羅消失，人類經歷咗500年不老不死嘅世界，但創造神布列貝哲並唔滿意呢個情況，決心要創造一個新嘅世界。於是佢喚醒沉睡咗500年嘅女神候選人 Lightning， 令佢成為解放人類靈魂並引導前往新世界嘅解放者。但一生等待未婚妻，即 Lightning 嘅妹妹 Sarah 翻嚟嘅 Snow， 唔希望 Sarah 嘅靈魂會隨住舊世界毀滅而消失，所以出手阻止 Lightning。勝負已分啊 ，Snow。你簡直係個死神！點啊？而家係咪將我斬開兩邊，跟住再解放我靈魂啊？解放者！如果呢個係你嘅意願嘅話，你句咩答案啊？大聲！你唔可以夾硬嚟㗎。兩邊啊！咁樣係唔啱㗎，你應該要更加愛惜自己嘅生命先係㗎嘛。佢根本就係一隻惡魔。小神之後到惡魔 ，Snow， 你嘅運氣似乎差啲喎。你根本咩都唔明白，冇人可以阻止到我，唔會係你，更加唔會係佢。你阻止我，我連你都打低埋。Snow， 喺我沉睡嘅呢500年入面，你到底遇上咗乜嘢事？你原本天真到好似傻瓜一樣咁樣，你都自暴自棄。當然啦，喺你仲沉睡緊呢500年入面，佢為咗見翻你最心愛嘅 Sarah， 一個人去守護呢一個世界。但係佢唔單止見到 Sarah， 更加一次又一次咁睇住呢個世界俾混沌吞噬，最後只可以將自己同世界嘅混沌鎖喺呢個冰封嘅牢獄入面，唔敢去面對嗰段強大嘅混沌。係 Sarah 同佢嘅定情信物，我相信 Snow 佢冇忘記到 Sarah， 佢對 Sarah 嘅思念一定可以打開佢冰封咗500年嘅內心。你確定要打開？如果入面只係剩翻俾混沌吞噬變成屍骸嘅 Snow 呢？咁就由我呢個姐姐去打醒佢。Snow！ 殺咗我啦，姐姐！你講咩啊？如果你真係想我做你姐姐嘅話，你就唔好講我啲咁嘅嘢。如果 Sarah 喺你心目中呢樣係咁重要嘅話，你一定會記翻起。你同我醒啦 ，Snow， 翻嚟啊！Sarah， 你一定要幫我揾翻 Sarah 翻嚟啊 ！Snow！ 點解唔殺咗我啊，姐姐？因為你始終係我任性嘅妹夫。你始終冇變過，終於等到你翻嚟，姐姐。呢500年嚟，辛苦你啦。之後嘅事就交俾我啦。唔該晒6號鄭希文同埋廖永聰咁精彩嘅演出啊！一個500年嘅約定啊！